情况？小区有人都开始飞钞票了。哇，多少钞票？飞到屋里向来了。都快搿档事。快起来，人家了啥？那天来，拿给你天来。我跟你去啥钞票？哦，辣盖啥？辣盖啥？有啥嘞？哦，真的辣盖啥？阿拉就飞进来上来。哇，真的。那不带这样的。待在家里，钱也花不掉，等在屋里下面，一分也用不脱，钞票用不脱，钞票要一抓。几号了？29，这个是29。这几号了？27号了，我的了，我出发了，他10万的楼顶。